主后2025年10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守望者的角色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西结书33章第1节到20节。现代单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3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着甲你的同胞讲，我予一个国家拄着战乱，迄个国家的人民着对因中间选一个人做守望者。守望者看到对敌逼近，就分哨角警告人民。若人听到哨角的声，毋过无警觉，煞予对敌杀死，伊为着家己的死负责任。伊听到哨角的声，毋过无警觉，伊着为家己的死负责任。伊若接受警戒，就会当救家己的性命。守望者看到对敌逼近，若无分哨角，地球人民毋知通警戒，煞有人予对敌杀死。就是讲，迄个人有罪该死，我嘛爱守望者为着迄个人的死负责任。人子啊，当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着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。若是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着死，你却无去甲伊警告，劝伊改邪归正。这个人虽然嘛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，毋过我要对你追究伊死的责任。你若有警告迄个人毋通继续做歹，毋过伊无要改邪归正，伊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伊的死你毋免负责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以色列人捌讲，阮的罪甲过失亲像重担甲阮缀咧，阮因为安尼失志衰懒，毋知要安怎活落去。你着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举家己的活命立誓，我毋爱歹人死亡，爱因离开歹路来得到活命。以色列人啊，恁着悔改活倒转，离开邪恶的行为，恁哪要找死咧？所以，人子啊，着甲你的同胞讲，义人犯罪，伊早前做好事袂救伊；歹人悔改，伊早前做的歹袂互伊灭亡。义人犯罪，伊早前的好行为袂互伊得到活命。我对义人讲，你一定会活；毋过，伊若靠家己的好行为煞开始犯罪，伊所有的好行为，我袂甲伊记缀，伊会因为所做的歹来死。我捌对歹人讲，你一定会死；毋过，伊若悔改离开歹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譬如讲，将伊偷来也是别人抵押的物件还互原主，遵守赐性命的律法，无搁做歹，伊一定会得到性命，袂死。我袂甲伊任何的罪记缀，伊要因为所做公平正义的事，性命得到保存。你的同胞讲，主安尼处理无公道，其实因才是无公道。义人无搁做好事，颠倒去做歹，因一定会因为安尼来死。歹人若悔改，无搁做歹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伊要因为安尼保存性命。恁还得讲，主安尼处理无公道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要照恁逐个人的行为甲恁审判。守望者的角色。
守望者最初的概念是负责观察敌人动向，确保城内人民的安全。伫这段经文中，上帝赋予以西结更较悬战处的责任，伊毋仅爱监视军事上的危险，阁着爱警告人民属灵的危机，提醒歹人莫阁继续做歹，义人爱继续行义路。基督徒上款受呼召，诚侪社会的守望者，提醒民众远离罪恶，追求公义。联合国大会伫2001年12月19日通过决议，订定每年10月11日是国际查某囡仔日，主旨在于提升全球对查某囡仔权利的关注，凸显查某囡仔伫全球发展中的重要性，佮促进因伫教育、健康、法律权利等方面的平等机会。联合国希望透过这个纪念日，予各国政府、组织甲个人采取行动，确保查某囡仔会当伫安全、公平的环境中成长。早期台湾真侪家庭简单会当用有限的资源供给查甫囡仔就学，这拢是个观念，认为投注踮查某囡仔身上的资源无从回收，因为查某囡仔过红了后，就亲像泼出去的水。伫搁较早的年代，真侪产车家庭的查某囡仔还细汉就互送养，大汉了后，甲养爸母厝呢的囝成婚，被称作新妇仔。这种送养方式甲囡仔婚姻无差别，往往剥夺查某囡仔的童年家庭生活。事实上，伫所谓夫家的生活中，大部分的查某囡仔往往爱操持真侪家务事，毋简单受强迫劳动，也受剥夺受教育的权利。查某囡仔的身心发展拢受限制。早期也有部分偏乡也是部落的查某囡仔，因为家庭贫困，遭受贩卖，被迫从事性劳动。伫社会运动者的努力下面，1995年8月11日通过《杜琪峰治法》，后来改名做《儿童甲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》，遏制这种情况。今日的台湾伫经济上和其他国家相比较已经相对算富裕，查某囡仔的地位和过去相比也提高真侪。所以传统社会观念认为女性应该留踮厝呢相夫教子，到今也有袂少人抱持着安尼的观念。这个传统观念影响查某囡仔的职业选择，造成社会对女性的歧视。伫学校、职场、社区，甚至教会中，查某囡仔也常常会遭遇无必要的性骚扰，甚至性侵害。伫网络发达的社会，有一寡个人隐私被散布到网络顶，导致网络性暴力的问题。若是未成年怀孕，也真可能互查某囡仔学业中断，佮影响未来的职业发展。查某囡仔面对种种社会的压力和心身问题，拢需要被关心。顶面的情况拢毋是个案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。只有更较侪守望者愿意站出来，指出社会上的无公义，
正是弱势被欺负的问题，积极遏制犯罪，佮愿意进一步提供帮赞，咱的社会才会愈来愈公义，袂抵到亲像耶路撒冷共款，因为家己的罪恶惊慌灭亡。默想，我安怎看待性别公义和查某囡仔的权益？这甲社会公义有甚物关系？我安怎看待性别公义和查某囡仔的权益？这甲社会公义有甚物关系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互我诚做守望者，为查某囡仔的权利、公义甲安全发声，互因会当自由成长，拥有梦想甲未来，伫疼痛甲公平中间绽放生命的美好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